客家人每在重大节庆的时候，在祭坛的前方会挂上剪纸，它是一种生活方式，也是一种艺术。为了延续这项客家文化，剪纸老师邱玉云向当地的耆老学习。她是闽南人，嫁做客家媳妇，但是在过程当中，她认为这样的一个技艺应该要传承下去。夏日午后，屏东六堆客家文物馆里20多人聚集在一起，正在学习剪纸艺术。那客家剪纸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它是不用刀片的。60岁的剪纸老师邱玉云耐心指导，这些剪纸作品都和客家文化有关系。玻璃上面的过年的时候，或者是那个姐姐要嫁的时候，哥哥要娶新嫂嫂的时候，都会贴这个东西。好。其实邱玉云是闽南人，嫁做客家媳妇，原本从事服装设计。20年前，当地耆老担心剪纸艺术失传，于是由他接下这个棒子。一都拜失败啊，我唔知。但係剪刀剪刀用的呢，剪刀忘记尿尿，我膀胱炎了。好，然后剪啊，俺妹讲几落诶，下课几落诶，我妈妈喊钱煮饭了，哎呦，我记多点的啊，又记不得了，所以会很沉迷。那我家环境很大。然后我就会在依兰花树下剪。邱玉云说出了过往糗事，为了学习剪纸，忘记煮饭，忘记上厕所。不过这都不能怪他，因为剪纸必须全神贯注，心要细，先折再剪。而这要领学了好久才懂，过程中失败无数次。客家剪纸也是一个挺有智慧的东西。你不会图腾很多青斗给敬天祭祖。青岛给崇拜大自然，青岛给期许。曾经想过放弃，是客家文化的美支撑他撑下去。他好怕剪纸艺术断了线，积极开班授课，哪怕是初学者，他也要努力传承。你这绳子可以做的，绳子做的。一个个亲自指导，看到学生们终于剪出了成果，他满是欣喜。那辛苦总算是值得了。又有一个小朋友好了，你看，来，你这还可以剪断。邱玉云的身上没有流着客家人的血液，却是尽力传承客家剪纸文化，是那份使命感驱使他投入其中。一个折叠，一次刻花，客家文化跃然纸上。废寝忘食的投入，朝思夜想的传承，客家媳妇为剪纸之美保留永恒感动时刻。